冇錯啦，一支煙咧係有3個部分：煙紙、煙絲同埋呢個濾嘴。濾嘴有咩咁特別啊？濾嘴你哋棉花做㗎啦。廢話，濾嘴係空心嘅。啱晒。都用煙草做嘅。錯。濾嘴上面有啲奇怪嘅窿仔。有咩咁奇怪咧？點知？揾到啦！根據維基百科，濾嘴上的小孔又引入新鮮空氣作用，能減輕吸入尼古丁等有害物質。佢都冇講有咩古怪。你咪老點我哋啊！梗係唔係我老點你啦？講嘢啊！係啲煙草商老點你哋。李偉聰，請你示範一下點樣食煙，俾大家睇下。大佬，夠啦，可以坐低啦。頭先李偉聰同學咧就已經示範咗俾我哋睇啦。佢用2隻手指夾住呢排窿仔，咁樣咧夾住個濾嘴就會將空氣減少咗。咁你吸入嘅尼古丁咧就會同煙盒入邊想講嘅成分係唔一樣嘅。咁你即係會上癮啦，上癮會點啊？就會繼續買煙啦。繼續買嘢又點啫？你知唔知道全球6大煙廠商每年利潤係350億美金？咁多？數據話俾我哋知，每一支煙，當你吸咗入去，你就會少14分鐘嘅命。